三藩市灣捕獲嘅魚可能含有危險水平嘅永久化學物質。據三藩市河口研究所一份最新報告顯示，喺呢啲魚嘅體內檢測到20種全氟同埋多氟烷基物質，可能對肝臟等器官造成損害，並導致嚴重嘅健康問題。該機構對魚類嘅研究同測試始於2009年，修訂後嘅研究報告喺今年3月喺美國化學學會上發表。研究負責人 Miguel Mendes 表示，每日食用海灣水產品嘅人群，體內氟烷基物質或者其他污染物嘅含量可能會增加。研究發現，南灣嘅氟烷基物質含量較高，但 Mendes 強調魚類會游動，成個灣區都可能存在風險。儘管加州目前未制定針對氟烷基物質嘅魚類食用方針，但係加州環境健康危害評估辦公室自2011年起，已對18種魚類發布食用指南，包括邊啲魚類可以安全食用、唔同性別同年齡嘅建議等，並喺2023年4月更新咗指南，仲喺當地碼頭張貼咗標識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